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咧係冷戰史呢個系列嘅第3講。喺呢個第3講度咧，我哋要講到亞洲共產黨啦。咁其實講亞洲共產黨咧，好主要嘅係講中國共產黨。而家嘅亞洲咧唔包括印度嚇，印度有自己嘅共產黨咁啊，另外一度再講。因為印度咧始終係佢建立咗個獨立之後咧，46年代建立咗民主國家嘛，所以共產黨活動雖然好犀利咧，但係佢冇成為呢個世界呢個共產黨奪權嘅運動一部分啦。所以咧，我哋今日講亞洲共產黨咧，主要係中心梗係中國啦，中國共產黨從中共到朝鮮共產黨，到後尾跟住越南共產黨，成個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共產黨啦，一直到印尼共產黨，呢個就係我哋要講嘅亞洲共產黨啦。咁喺今日呢個亞洲共產黨呢個課中咧，我哋而家好似以前呢日先行過，今日要講幾個點樣嘅內容，一啲大綱啊嚇。先講其實即係上邊幾個共產黨人啊，可能大家唔一定全部都認得。第一個係毛澤東啦，呢個比較容易認啦嚇。第二個係金日成，金日成後生嗰時係咁噶。即係第三個係胡志明，越南共產黨。第四個咧係馬來共產黨嘅頭陳平。陳平呢個人可能好多人而家都唔知啦，我哋以前係即係聽得比較多嘅。咁呢個係4個亞洲共產黨嘅領導人。咁下邊我哋就跟住講咧，亞洲共產黨嘅領導權喺邊度？毛澤東同斯大林之間嘅關係係點？咁就斯大林對亞洲共產黨係乜嘢態度？咁我哋要講即係中共啦，中共同蘇共之間喺建立呢個對亞洲共產黨嘅領導權咧，有啲咩爭執？下邊我哋有一個個國家介紹，中共我就唔介紹啦。中共因為前邊都講過，上次講咗喺上一個課度咧，專門講咗中共建政，所以有中共，而且我以後咧中共我會專門再講一課嘅。所以而家呢個朝鮮共產黨或者叫朝鮮勞動黨，咁中朝中蘇喺朝鮮問題上嘅態度，就即係爭奪領導權啦呢度。下邊咧越南勞動黨或者越南共產黨，佢有啲國家用即係勞動黨、工人黨、共產黨幾個呢啲都一回事嚟㗎，即係大家都係一路都係共產黨，不過叫個名有時佢換下名，好多咧先叫共產黨後叫勞動黨，好多先叫勞動黨後叫共產黨，總之呢個係一件事嚟嘅。咁我講下胡志明佢個領袖。因為同中國關係，佢哋全部啲領袖同中國關係都好近㗎。咁下邊馬來亞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咧當時喺40年代鬧得好犀利㗎，即係好多古仔㗎。咁我哋到時會講下，佢影響亦都好大。咁再印尼共產黨，印尼共產黨可能即係有啲印尼華僑啲華人咧都好清楚呢個印尼共產黨當時啲歷史啦。印尼共產黨，咁我就專門講下共產黨喺華人中間嘅情況啦。共產黨為即係造成咗種咩環境咧，使到華人喺東南亞嘅生存好艱難。咁呢個就我要總括一下咧，共產黨革命啊，同民族獨立運動，我哋知道嘅民族獨立咧之間係有咩關係？最後咧，我哋就大概講下一個形勢，就係冷戰中嘅亞洲係點嘅形勢。即係亞洲喺冷戰中咧，佢係一個大概地圖係點樣所屬啊嚇。咁好啦，我而家翻去先，翻去所有先越南中朝。我唔知點解真係呢個電腦有啲唔係咁好用啊，所以好啦，亞洲共產黨我翻嚟呢度啦。咁咧翻嚟亞洲共產黨咧，今日咧我哋即係專門要講亞洲共產黨喺呢個冷戰課中。拉丁美洲同非洲嘅共產黨咧，我唔會專門講。第一個因為
拉美同非洲咧，因為拉美嗰度喺講古巴嗰時咧，我就會講到拉美共產黨。非洲共產黨咧，始終佢即係勢力都唔細㗎，但係咧喺國際舞台上重要性唔係咁大咯，成個冷戰史唔係咁重要，所以咧我會有啲事件我會帶過講一下，但係唔會專門講非洲嘅共產黨。但係亞非拉咧喺當時就知個共產國家就即係中國蘇聯都想爭取亞非拉作為佢自己嘅變成自己嘅陣營啦嚇。咁我今日我就先講亞洲共產黨啦。亞洲共產黨咧，而家我哋見到亞洲共產黨係當初啊，係即係20年代嗰時咧，蘇聯就開始喺度即係組織亞洲共產黨。我哋見到中共建政嘅歷史啦，1921年成立嗰時同蘇聯嘅關係幾大咯嗬。咁記得上一個課我哋專門講過共產國際，呢啲亞洲共產黨咧，多數或者係全部啊應該咁講，都係一個係共產國際運作嘅後果，第二個咧係中共運作嘅後果，所以呢個係後尾同中共同蘇聯嘅關係之間點樣產生分裂矛盾呢，有好大嘅關係嘅。我要講一句伏筆先。亞洲共產黨嘅領導權到底係點樣啦？嗱，我哋前邊課講過，大家如果記得或者翻嚟再睇咧，我哋講過共產國際。共產國際20年代咧，全世界推動呢個共產黨革命嘛。咁當時共產黨就話，即係共產黨就話，我哋如果要實現共產主義咧，要有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就共產黨嘅國際主義就全世界一齊要革命。所以共產黨咧，從一開始咧，即係蘇聯建立或者係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咧，佢個目標咧就係要奪取全世界嘅。咁亞洲係世界人口一半嘅地方啦，佢哋梗係唔會放過啦。但係喺即係二次大戰嗰時啊，因為我哋回覆翻上邊嘅課都有講過咧，就係即係為咗抵抗即係保衛蘇聯咧，所以佢哋就建立咗所謂呢個統一陣線啊，共產黨統一陣線。咁所以建立呢個統一陣線嗱，1936年開始，後尾又因為斯泰林同希特拉嘅嗰個關係咧，又取消咗，但係後尾又建立翻咁樣啦，嗬。因為有呢個所謂國際反法西斯統一陣線呢個講法啦，所以咧共產國際就解散咗嘅。就共產黨即係蘇聯就話：我哋唔喺下邊挖你嘅牆腳咧，我哋一齊嚟對抗希特拉先。咁但係咧，到咗冷戰開始，即係45年戰爭結束啦，46年就冷戰就開始啦。冷戰開始之後咧，共產黨已經當時蘇聯就已經佔咗成個即係東歐㗎啦嘛，一直到南斯拉夫喺希臘俾佢打翻，俾呢個西方打翻轉頭，大家見到咯嗬。咁所以當時咧就為咗即係為咗又重新做一個共產國際，但唔係以共產國際嘅名聲，即係話呢啲所有掌咗權嘅國家互相之間咧，互相有個所謂叫通下情報啊，有啲咁樣，但其實係咧史太林想建一個領導關係嘅，所以1947年10月份咧，佢哋就成立咗呢個叫共產黨情報局啊。共產黨情報局嘅總部咧設喺南斯拉夫嘅，唔係設喺莫斯科嘅。嗰度咧就有啲所謂話共產黨即係話我哋係成個東歐，我哋喺一齊咁啊，強調共產國家之間嘅一致性啦。不過後尾咧，共產黨情報局就搞低啲麻煩嘅。點解咧？因為南斯拉夫咧喺希臘嘅問題上咧，鐵托啊，1949年咧就同斯泰林打翻咗，所以咧就共產黨情報局咧後尾就好難運作啦。咁喺共產黨情報局之後咧。毛澤東係1949年奪權啦，其實1948年佢就上啦。如果共產黨即係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咧，佢係包含咗啲所有東歐國家嘛，係咪我哋而家中國要領頭啊，做一個東方情報局？點解要用東方情報局呢個字咧？東方情報局嘅目的咧就係話宣稱啊，中共咧喺亞洲共產黨係咪有個領導權？但係斯泰林當時就係並唔中意呢個事情嘅，因為斯泰林好早就發覺毛澤東就有野心想取代佢啦，嗬。所以斯泰林咧對亞洲共產黨嘅態度咧係好有啲曖昧㗎，唔係咁清楚嘅。有幾個原因係點解咧？第一個咧就係即係
喺二次大戰開始即係進行到後尾咧，斯大林就從呢個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咧，就轉為國家利益為首啦。國家利益為首咧，佢二次大戰之後，蘇聯真係死咗2700或者到3900，呢個講法唔一樣啦，死咗咁多人啦，死咗咁多人之後，佢元氣未恢復啊，所以斯大林當時嘅首要嘅目的咧，就係唔好因為邊個地方咧引起呢個同西方嘅正面衝突。咁所以咧，佢當時佢一直喺同亞洲啲各個國家啲共產黨武裝包括中國在內，佢係採取一個保持一定距離嘅。大家記唔記得即係上邊講過，即係當時斯大林叫毛澤東劃江而治啊嘛，毛澤東唔制啊嘛，所以斯大林一邊咧係表示佢仲係支持緊中華民國嘅，因為佢有條約啊，有依樣嗰樣。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暗地又支持共產黨，後尾明都支持共產黨啦。但係佢並唔係希望咧，即係中共一下攞晒權咧，就攞晒佢啲風頭啊，搶咗佢嘅權力。斯大林對毛澤東始終就好有戒心嘅，所以咧就斯大林咧就最驚係咩咧？毛澤東喺亞洲另起爐灶，所以佢因為出呢個原因咧，斯大林就即係喺好多問題上咧，即係後尾包括朝鮮問題啊、越南啊、等等呢啲方面啦，佢就對毛澤東咧就係防住一手嘅，唔能夠俾你另起爐灶。咁喺嗰時話要做呢個東方情報局咧，斯大林就話都係唔好做啦。咁所以就東方情報局係冇做到嘅，冇做到咧就做咗咩咧？中共嘅情況係點咧？中共就毛澤東一直認為咧，佢可以係國際領袖。佢認為即係就人口嚟講，中國多過蘇聯。佢當時叫話中國係蘇聯老大哥啊嘛。而家冇老大哥，但係佢咧亦認為咧，中共幫蘇共同蘇共之間起碼係一個平等地位。咁後尾咧喺呢個即係1956年，後邊我仲會講啦，非斯大林化運動，即係斯大林53年死啊嘛，死咗之後嗰啲人上台咧，毛澤東就認為赫魯曉夫亦好啊，呢啲蘇聯領導人咧，個個都唔夠佢資格老嘅，所以咧佢想建立東方情報局咧，佢就要同蘇聯有一爭啦。而且毛澤東嗰種爭法咧，佢認為自己係最大國家，自己係最老資格共產黨人。你呢啲蘇聯人咧，你哋而家搞出咁多問題嚟嗬，你哋應該請教我啊！所以呢個係中共後尾同蘇共之間咧爭奪嘅一個伏筆啦。咁中共咧嗱，我哋要見到中共同下邊咧睇各個共產黨國家啲歷史咧，你就會見到中共同呢啲亞洲。
你嗱，咁下邊咧，我哋睇朝鮮勞動黨或者叫朝鮮嘅共產黨啦。嗱，下邊我哋要睇就朝鮮勞動黨，或者原來叫做朝鮮共產黨啊，後尾又起翻名，又叫翻朝鮮共產黨。總之咧就係而家講勞動黨、共產黨咁啦。咁咧佢個領袖叫金日成，第一個而家即係而家呢個金正恩嘅祖父啊。金日成喺1912年生嘅。13歲就隨咗佢個老豆咧去中國吉林生活噶啦。咁我哋都知道，即係中國吉林省嗰度咧有大批嘅朝鮮族人啊嘛。咁原來咧朝鮮作為中國嘅附屬國咧，好多呢個邊界唔係分得咁清楚，所以中國有好多朝鮮族人。咁金日成嗰時咧就13歲，1925年咧就跟住佢個老豆去吉林生活，所以金日成啲漢語啊，同啲朝鮮語基本上係一樣嘅，佢差唔多。佢當時就係認為自己中國人嘅添。咁佢1930年嗰時28歲加入咗中國共產黨，所以金日成唔係呢個唔係當時唔係朝鮮共產黨，應該仲未有啊。金日成係中共黨員嚟嘅。介紹金日成入黨嘅係邊個咧？係一個中共黨員叫上月。上月咧後尾係中國人民大學嘅歷史系教授。我同佢屋企好熟嘅，即係一家就係咁。到80年代嗰時咧，佢哋仲曾經請過上月一家去咗朝鮮，咁所以咧就係佢係中國共產黨嘅黨員。咁後尾咧1930年亦加入咧，1931年咧918事變啊嘛。918事變之後咧，日本人就佔領咗東北，佔領咗東北，即係國民黨又好，共產黨又好，東北都有游擊隊嘅。嗰啲游擊隊咧係即係人數唔係好多，但係咧即係一路同日本人作戰啦，喺森林度，喺長白山啊啲森林度。咁金日成當時就係共產黨領導嘅東北抗日聯軍啊，抗日聯軍嘅軍長叫楊正宇啊，後尾俾日本人殺咗。咁佢係當時擔任營長，所以咧佢喺抗戰嗰時咧，從38年嗰時咧就喺中國共產黨領導嘅軍隊作為中共黨員喺度打仗嘅。咁到1945年嗰時咧，佢就隨蘇軍就返回咗朝鮮啦。即係如果大家記得當時係朝鮮即係蘇聯對日出兵嗰時咧，朝鮮原係日本嘅殖民地啊嘛。咁當時美國有個上尉啊話嗱，你哋美國人從南邊打落去蘇聯從北邊落去，喺邊度我分界咧？佢攞支筆啊喺呢個朝鮮地圖就中間一畫，呢度線就係38線。所以咧當時朝鮮嘅蘇聯軍隊去打入北朝鮮嗰時咧，就帶咗一啲即係中國呢邊嘅朝鮮共產黨黨員，即係當時組建呢啲軍隊啦，就入咗去朝鮮。佢當時金日成當時33歲啊，好年青啊。咁入咗去朝鮮之後，二次大戰即係打完仗勝利之後啦，光復之後啦，北朝鮮就係喺蘇聯就扶植金日成呢個政權啦。咁咧喺南邊咧，就美國就支持一個南邊嘅政權啦。咁我哋都見到李成遠天主教，李成晚天主教徒嚟嘅。李成晚係即係又係留學美國啊，同美國關係好好嘅。
當時金日成咧就到1949年啊，中共已經中共建咗國之後嘛，咁佢又想喺朝鮮建國，所以咧佢要武力統一朝鮮，咁啊走去同史太林講，史太林啊本來唔同意噶，佢話佢就唔想去引起話呢個一個朝鮮一個唔該咧，就引起世界大戰再打，因為蘇聯已經冇呢個力量啦。咁特別係當時咧，就蘇聯就美國喺日本放咗2個原子彈咧，蘇聯啱啱啲原子彈仲喺研製緊，啱啱成功，但係蘇聯冇存貨啊嘛。咁誰知咧，美國啲間諜就去話俾蘇聯聽，蘇聯喺美國嘅間諜就話美國都冇存貨嘅。咁所以咧，史太林就如果咁咧打唔起身咧，所以蘇聯就同意咗為金日成打南朝鮮咧就提供軍事援助。但係咧，佢幾忌毛澤東啊，因為金日成畢竟係中共黨員嚟噶嘛，所以就金日成當時就走去揾毛澤東話：我哋要統一祖國。對唔住，睇先。Hi, Connie. Hey, I'm not there yet. Oh, okay. About how long? Well, I'll be there by. How about? Well, you guys will be there by 5, right? Yes. So you just want me to sit the Jefferson at 5? Yes, and or you want 4:30 or whatever. I'm fine. Okay. All right. Well, we'll meet you. Well, 5 is the reception, the VIP reception. 5:30 is the regular reception. So 5's good. Okay. I can meet you at the Jefferson. Okay. I see you guys then. All right. Drive carefully.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s. Bye-bye. 咁當時毛澤東係咩態度咧？毛澤東都有啲罩忌呢個金日成嘅，係因為咧就毛澤東咧就如果係金日成喺度坐大咧，中國佢都有啲難搞噶嘛，所以呢度嘅情況就有啲複雜啊！即係講起身呢啲最終呢啲國家與國家政治之間咧，大家都係為自己國家考慮多咯，嗬。咁當時咧，朝鮮共產黨啊，係臨時湊起身一個組織嚟㗎咋。朝鮮共產黨裏頭啲人啊，都係有各種各樣，即係佢哋有各派，有親蘇嘅派別。因為好多朝鮮人咧，就日本仔統治嗰時咧，就走咗去蘇聯。咁蘇聯咧喺當時即係所謂咩東方大學佢哋咧培養咗一批朝鮮人。咁另外咧有一批朝鮮族啲人咧，嗰啲朝鮮人咧又走咗去延安喎，所以佢哋叫延安派咧。佢就同從毛澤東嗰度啊，因為金日成喺東北噶嘛，咁延安派嗰班人咧同中國關係就好密切啦。咁所以仲有本地啊，有各種各樣勢力。咁後尾呢個情況就好有意思，因為朝鮮戰爭我哋另外講一課。咁但係今日咧就我專門就講朝鮮共產黨啦。你知金日成好狠嘅人㗎，殺人殺得好犀利㗎。咁當時就50年代中期啦，因為佢唔想受蘇聯，又唔想受中國制約，所以咧佢就將佢清洗佢哋黨內嘅親華派同親蘇派一齊清死，殺咗好多人添啊！咁當時有一批呢個朝鮮即係親華派啊，就走咗嚟中國。後尾66年文革嗰時咧，啲紅衛兵就去抄佢哋啊，話佢哋呢班係朝鮮間諜嚟嘅。咁啊又去所以嗰班人整得好慘咯。後尾仲有啲中央結論啦，咩成嗰啲結果我哋又唔講啦嚇。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見到朝鮮講完咧，到越南咧，其實講越南呢個國家比較難講嘅，因為當時咧就係點咧？越南係中心咧，但係咧越南、老撾、柬埔寨3個國家，當時係法國屬嘅印度支那，Indochina。法國成印度支那咧，咁佢共產黨成立嗰時咧，即係喺20年代咧，佢就叫印度支那共產黨。後尾印度支那共產黨咧先改咗名叫越南共產黨，後尾越南勞動黨又改翻越南共產黨啦，咁樣。所以呢個係即係當時印度支那嘅情況。印度支那情況咧就
1945年啊，亦都係我哋記得二次大戰嗰時咧，日本嘅勢力咧就一直打到印尼噶嘛，佢佔領咗成個東南亞噶嘛。咁喺1945年嗰時咧，日本人，其實日本人到1945年初啊，仲係趕走咗法國人啊咩事。咁而且咧，當時越南啲人咧，越南本地人咧，因為係日本人，佢同日本人合作好多嘅。點解咧？因為佢哋唔享受法國人統治，呢個又係好正常嘅。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即係當時越南共產黨咧，佢就成立咗個國家叫越南民族聯盟啊，叫越盟啦。越盟其實就係共產黨嚟㗎啦。咁1945年8月份咧，佢哋就即係革命嗰時嗱，8月份係幾時咧？815啱光復，咧就喺前一年嘅波茨坦協議中啊，中華民國即係蔣介石佢同蘇聯同西方有協議嘅。呢個協議就係咧，即係成個日本喺越南嘅統治，喺印度支那嘅統治咧，中國咧就負責北面嘅接收。咁呢個即係法國、英國佢哋特別係英國啊，就因為英國下邊屬馬來亞，啲係屬於英國噶嘛，咁再印尼係屬於荷蘭噶嘛，咁英國、法國佢哋接收南邊。所以45年8月革命嗰時咧，就越盟咧就共產黨革命嗰時就好亂。你諗下，45年啱日本仔投降係權力真空狀態，所以呢個8月革命嗰時咧，佢哋即係就宣布成立呢個越南共和國咧，就胡志明咧就做咗國家元首啦嚇。咁即係到咗呢個到後尾法國人啊。又翻嚟，法國人我可能打錯一個字啊，應該45年啊，唔係42年啦，打錯大家睇嗰時知啦。咁就法國人要翻嚟咧，奪翻佢個統治權，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即係越南人同法國人之間嘅戰爭就爆發咗。呢個戰爭爆發咗之後咧，到1954年啊，如果大家睇歷史都知道好有名嘅事件就係即係其實係越南共產黨呢邊啦嗬。主要力量啦，就打咗一場大戰，就叫奠邊府戰役。奠邊府喺奠邊府戰役中咧，法國軍隊指揮失當啊，法國軍隊大失敗之後咧，大勢一發不可收拾啦。所以咧，到咗1954年7月份嗰時咧，就兩邊雙方簽訂咗日內瓦協議。但係因為呢方越南呢邊咧，佢哋有呢個法國人支持嘅，另外即係原來嘅國王啊，就成立咗個組織，就係政府喺南邊嘅，所以共產黨咧佔咗北邊，就成立咗即係越南人民共和國啦。咁西方支持嘅應該叫大寶係咪個國王？就我唔記得咗具體嘅名啦嗬。佢就喺南邊咧成立咗呢個南邊嘅政權，咁就係產生咗南北越之分，就係咁樣產生出嚟噶啦。呢個係越南嘅情況。咁後尾啲情況，越南戰爭啊咩性嗰度，我哋另外講啦。喺呢度就唔講，先講越南共產黨啦嚇。咁越南共產黨嘅領導人胡志明咧，同中國嘅關係好值得一提嘅。胡志明咧係1890年5月份生嘅。佢咧細個咧，佢就學漢語，佢啲廣東話好好，佢可以用廣東話做演講，係嗰啲本地話嚟噶。即係據說咧，我而家就唔知係據說咧，到底有冇聽過就話佢啲廣東話好過佢啲越南文噶，佢從細又識寫又識睇。咁佢就即係幾即係唔係嗰啲好大有錢啲人屋企啦，所以佢係喺佢幾時啊？21歲嗰時啊。佢係上一架船，佢做廚師嘅助理，就幫手切菜嗰啲，咁就跟住就去咗法國。從法國佢又跟住架船走咧，就去過英國、美國呢啲所有地方住過噶。咁佢就喺1918年就加入咗法國嘅社會黨啦。就呢個社會黨咧，嗱，我哋前面亦都講過，各個國家嘅社會黨後面就分裂咗嘛。分裂咗就即係第二國際、第三就共產國際嗰時咧，咁法國嘅社會黨亦都分裂咗，分裂成為社會黨，就而家仲有個法國社會黨同埋共產黨。
咁胡志明咧係參加咗法國共產黨嘅，佢原來社會黨嚟參加。咁當時你知就好多人啊，中國有好多人啊，就去法國留學。去中國去法國留學啲人咧，就包括周恩來啊、鄧小平啊，佢哋嗰啲成班人去咗法國，即係所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嘛。咁共產黨喺嗰邊最初嗰邊開始噶嘛，所以咧胡志明係識得到周恩來嘅。咁胡志明咧喺法國共產黨度好接，佢即係佢係作為佢一個殖民地，佢唔係叫做即係佢係法國共產黨黨員。佢就跟住咧，佢參加咗應該係1921年啊，共產國際嘅大會，佢喺大會度講話，我見過佢講話嗰個影片啊，我應該有一個胡志明喺共產國際度講話嘅影片，但係冇聲音咯，所以我想聽下佢啲口音，聽唔到，冇聲音。咁樣咧，佢就後尾佢從法國走咗去蘇聯。喺蘇聯又係嗰個東方，但係我哋講咗咁多共產黨啲人嗰度訓練出嚟㗎啦，佢係嗰個訓練出嚟嘅。咁佢又識講俄文，所以喺1924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嗰時咧，佢就俾共產國際啊派咗去廣州。喺廣州咧就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嘅翻譯。蘇聯顧問鮑羅廷，我哋都記得啦，即係以前邊又係講過啦，嗬。佢喺黃埔軍校啊咩成都係有佢嘅影子，同國民黨政府啊，同共產黨嗰度好多關係。即係喺當時孫中山都係要即係學俄國嘛，好多嘢。咁所以鮑羅廷就係蘇聯專家，咁佢係蘇聯專家翻譯。咁佢就即係佢哋喺廣州啊，喺廣州咧幾年之後咧，佢呢個詳細情況我就唔講啦，就係因為國共分裂之後，1927年之後咧，佢又走咗，又走翻去越南，又一路走，後尾走咗香港，俾香港捉咗，喺法國政府通緝佢啊，因為佢哋喺度搞暴動啊咩，成法國政府通緝佢咧，佢走咗香港，香港拉咗咧，英國政府唔想惹咁多麻煩啊，所以英國咧就即係英國基本上就放咗佢。放咗佢喺香港，放咗佢咧，佢放咗佢之後咧，佢又去蘇聯，又去中國，佢參加咗中共，所以佢既係法國共產黨黨員，又係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咧，即係佢喺廣州嘅期間咧，佢同一個客家女子啊，廣州人結咗婚嘅，結咗婚後尾就幾年就失蹤咗，又冇咗啊嘛，咁啊走咗去革命啦嗬，咁所以呢段婚姻咧。咁越南嗰時就話叫佢胡伯伯啊嘛，從來冇結婚嘅，唔承認呢段婚姻喎。後尾我見到中共內部有個文件幾有意思㗎，應該係64年左右咧，胡志明手下嘅人啊寫信俾周恩來，同周恩來講咧，佢話胡志明同志咧喺越南就好即係好孤單啊，想有個伴。佢話佢一向咧中意廣東女人，可唔可以俾佢送個廣東女人過去？後尾中共真係揾咗個廣東揾咗個人咧，就送咗過去，就即係作為佢情人喺度。呢個係我喺中共內部見到嘅呢個中共講嘅情況。所以你可以見到胡志明咧同中共嘅關係係幾深啊！但係咧有一條啊，即係所有呢啲民族主義者嗱，你話見到呢個金日成啊、胡志明啊，佢哋同中共咁深關係咧，佢哋好知道中共係點樣，所以咧佢哋上咗台之後咧，佢唔同中共交好嘅，佢甚至係胡志明上去之後仲做咗咩事啊？立即就即係要用法國人嗰啲以前創造嗰套文字寫越南文咧，中文唔寫方塊字啊！咁你睇即係金日成又係即係又殺咗趕走晒佢哋中嗰啲親華派咧，胡志明咧都係差唔多咧，就要同中國斷絕關係，佢又保持佢啲民族主義嗰啲形象啊。咁嗱，下邊就有馬來亞共產黨啦。馬來亞共產黨咧就曾經就1940年代啊，整到好大聲勢嘅，因為你知道而家就即係越南嗰邊係法屬殖民地啊嘛，馬來亞係英屬殖民地嚟噶嘛。咁咧就馬來亞共產黨點樣成立嘅咧？1930年成立嘅，當時成立啲成員係華人嚟嘅，所以佢哋當時話自己係中國共產黨嘅海外支部。你見到呢個幾有趣啊！嗬，佢唔係由馬來西亞啲人
建立嘅。咁而且當時咧，即係呢班中共啊，呢啲華僑啊，佢哋同當地人係好有隔閡嘅。咁呢個同後來嘅排華，同以前同埋後來啲排華都有啲關係咯。咁呢班馬來亞嘅共產黨人咧，佢喺二次大戰嗰時咧，佢組織武裝就對抗日本人。咁二次大戰之後咧，佢同英國人就打游擊戰啦，要獨立啊，要咩成咁展開游擊戰啦。咁呢個游擊戰咧，英國人當時對付呢班人嘅辦法，因為當時就咁樣華人同馬來人咧，成日都唔住，即係佢等於自己有自己社區啊，唔係咁聚得埋一齊咧。英國人到當時就做咗一個事情，就係將好多華人啊啲人啊就集中起身，等於係即係佢當時叫戰略村啦。後尾美國人喺越南都係做咗呢一套啦，嗬。咁啊，你隔咗開嚟之後，游擊隊就揾唔到供應啊，揾唔到啲人啊，冇人俾食，冇人俾著，冇地方去，咁所以咧呢個馬來亞啲游擊隊俾鎮壓得好犀利嘅。咁喺馬來亞獨立咗之後咧，馬來西亞後尾嗬，咁中共就大規模咁支持東南亞啲武裝力量，但係當時咧就喺獨立之後咧，即係呢啲武裝力量已經冇乜，即係俾消滅得差唔多噶啦。所以咧當時就中共仲喺中國啊建立咗一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咁我哋以前喺中國點解會知道呢個電台好秘密嘅，向馬來亞廣播？啱啱呢個電台咧建喺我湖南鄉下益陽縣，我益陽人啊嘛，我嗰時文革落鄉就落咗益陽，所以嗰個電台嘅就喺嗰個地方一直廣播，一直到鄧小平嗰時先取消佢嘅。呢件事情大家即係香港有幾多報導嘅？有興趣啲朋友咧可以去揾嚟睇下。咁跟住馬來亞共產黨之後咧，我哋見到印尼共產黨。印尼咧係荷蘭嘅殖民地嚟嘅。印尼共產黨咧就勢力好強大，勢力好強大到咩地步咧？到印尼獨立嗰時啊，即係4-5年以後又係獨立啦。荷蘭人想翻嚟都翻唔到，荷蘭已經係一個即係冇乜呢種冇勇武力量嘅國家啦，嗬。所以獨立咁你見到即係共產左翼勢力咁犀利，獨立後之後成立個蘇加諾政府啊，係個左翼政府嚟嘅喎。咁呢個左翼政府咧同中國關係好密切嘅。我哋嗰時即係所謂不結盟運動啊，咩成即係所有中共喺世界上推動嗰啲世界嗰啲革命嗰啲嘢咧，你成日見到蘇加諾嘅影子嘅。甚至到1964年劉少奇去訪問印尼嗰時咧，哇，夾道歡迎啊！即係共產黨力量整得好大咯。咁整得好大，印尼當時因為印尼係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國家，咁好多人民對佢好不滿，所以1965年嗰時咧，印尼就出咗政變啊！印尼軍政權呢個蘇哈托政變之後咧，就9月30號嘛，出咗大事情就推翻咗呢個政權咧，蘇哈托就掌權掌咗30幾年噶。咁喺嗰個時候之後咧，出現咗大量嘅殺共產黨同埋即係排華嘅浪潮，因為共產黨又係好多華人喺度支持嘅。咁當時印尼共產黨嘅總書記叫做艾地啊，艾地喺中國幾有名嘅，佢26歲就好年輕好後生，嚟見毛澤東嗰時，毛澤東死咁話佢誇得好犀利，後尾俾軍人政權槍斃咗。呢個就係到之後咧，軍人政權上去之後咧，佢印尼就等於平靜咗好多年啦，嚇。呢個係印尼共產黨。咁我哋多講一句就係，即係中共啊喺各個地方去鼓動革命。本來咧華僑就即係同當地係有啲隔閡嘅，有啲傳統就有啲問題啦，嗬。咁中共不斷咁輸出革命去插手東南亞啲政治咧，就使到華人成為咗中共呢種做法嘅替罪羊。我哋都見到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甚至柬埔寨，即係中共支持咁多，都產生咗好大嘅排華潮。呢個咧就係華人成咗中共嘅替罪羊。我哋要記住呢筆帳嘅就係。咁到最後咧，我哋見到而家好有意思嘅大家總結一下就亞洲嘅共產黨革命同亞洲嘅民族獨立運動。咁我哋而家見到共產黨革命，而家講翻都係冷戰開始40年代、50年代啲共產黨革命啦，嗬。咁共產黨咧，即係就係原來係國際主義噶嘛，
記得共產國際你要係為一個即係工人無祖國嗰個目標嘅。但係咧後尾喺民族主義興起之後咧，呢個共產黨就利用各個國家嘅民族主義，就中共又係咁，所有共產黨係咁，利用民族主義咧就奪取政權。而呢啲民族主義勢力咧，好多時候即係有好多矛盾嘅地方。比如一個民族主義勢力，你話好似蔣介石咁啦嚇，佢係基督徒，咁一方面咧喺文化上咧，好多民族主義勢力咧就要即係要想保存自己嘅傳統文化，但係想抵抗西方嘅文化。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佢哋又幾崇拜西方嘅文化，覺得西方嘅文化咧就係比較先進。所以呢個中間有個好矛盾嘅情況。咁從文化抵抗到政治抵抗咧，呢個中間就有好多控制俾共產黨捐啦。共產黨世界即係喺呢個成個共產黨世界咧，就大國中國蘇聯之間有好多呢個爭拗啦。咁呢個大黨細黨之間，因為呢啲國家係黨國家嚟噶嘛，都有好多爭拗。所以咧，成日呢啲細個國家咧，佢哋亦都係想保持自己嘅文化同埋自己嘅傳統、自己嘅權力咧。咁呢個中間就產生咗共產世界嘅好多矛盾。喺後面嗰個課中咧，我哋都會講幾多呢種情況嘅。因為咁到最後咧，我哋總結性咁講一下，就即係話你睇下亞洲共產黨啊，亞洲共產黨咧，其實就真係冷戰中嘅亞洲咧，喺啲共產黨嘅勢力已經係攞咗攞咗好多亞洲嘅應該如果唔算印度咧，即係東亞呢邊大部分地方噶啦。你睇下，即係亞洲國家從蘇聯嗰度落嚟，下邊係蒙古係共產黨國家啦，落嚟係中國啦，嗬。中國咧旁邊係朝鮮啦，日本係就唔係日本係西方陣營啦，南韓係西方陣營。咁你落去見到啲越南。係咪？越南已經4-5年以後就差唔多㗎啦。咁就越南咧就共產黨政權一直伸延到嗰度。咁馬來亞、印尼都曾經出現過共產黨奪權嘅危險。所以喺呢個時候咧，你如果睇晒所有呢啲咁嘅呢啲歷史咧，你諗翻轉頭，你就會能夠比較明白點解有朝鮮戰爭，點解有越南戰爭。點解有冷戰中出咗咁多各種各樣嘅個人嘅事情？點解朝鮮戰爭會打得咁慘？點解會有越南戰爭會打咗咁長時間？點解美國會喺咁遠啲自己即係同自己國家冇乜拉更啲地方咧，去投入咁多嘅人力？即係所有呢啲問題咧，就可以從呢個亞洲共產黨喺冷戰中間呢種地位、呢種關係咧，我都可以解釋到好多㗎。咁今日先講到呢度先啦，好多謝大家再見，下一課見，拜。